议员王家珍表示，台南孔庙的执行长石慕明，伫今年3月接任以来，检举函就毋捌中断，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，对民众检举函，有袂少民众拢讲到执行长的导览态度上过头高傲，认为什么拢是家己讲的准算。我们原本那么优秀的导览员，现在主要的工作都是我们的太阳花学运的执行长揽下来了。他导览什么？他宣扬说台独理念。孔庙的导览的机制，我们可以来检讨啦。那我想孔庙的文化资产，包括那些玉匾，其实都是非常重要，当然是孔庙导览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对此，虽然文化局长认为导览的机制会用来检讨，不过后来议员愈讲愈气，甚至检举人还佮附上影片的录音，讲到执行长用台独来包围中国。议员表示，孔庙是全台修学树立典范的所在，当时沦为台独庙。孔庙是不是台独庙？孔庙跟台湾独立的主张没有关系。这是什么话？你直说不是，你还是要我帮你答？你是不是意思孔庙就不是台湾独立的基地嘛？不应该是啊。不是嘛？不应该是，不光是一个文不化传承的是，地方，还是不应该是。这里该教育我们的是什么？是我们儒家的相关的传承文化道统，跟政治意识形态应该没有关系了。就一如上次我在讲礼义廉耻一样嘛。对此，市长黄伟天嘛表示，会请文化局来调查了解。不过，执行长石慕明下午嘛以影音来回应，表示议场内议员质询报送的音档是今年5月，以着台语解放技术的作者身份，私人受到国外社团来邀请，并无对外公开。这个案子，那是9月中寄给我的，还不止一个管道。市长，你告诉我，孔庙变成了台独庙吗？这个议员，您是不是先息怒一下，我们请文化局去了解。而最后，市长嘛回应，孔庙甲台湾独立并无关系，无应该是独立的基地。伊认为，孔庙执行长的工作就是做好本分，就算有无同的意识形态，嘛拢袂用的安尼来做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